接落来关心新北市7月20发生大楼安冷气的时阵，落来害死人的意外。安冷气的师傅妨按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，目前检方判以3万交保，限制自居。面对媒体一直问伊，敢要甲死者回尸体，涉案的师傅是头日日拢无讲话，按照过失致死罪移送去新北地检署，因为20去新北邦桥的新埔站附近的社区去装通行的冷气，时间无细致，互冷气对正悬的所在落落来，牵死一个正大的女学生。根据了解，师傅讲伊平常时拢是装分离式的冷气，无啥会晓装通行的，嘛承认落死无所盖案。司法警察他们如果报验之后，我们检察官就会去相验。检察官收到案子之后，他会针对涉嫌的这个被告刑责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处理，最主要是有没有过失的责任。在案发的现场，有民众是唔甘死者就安尼过身，提火过去哀悼。检方核实了后，是予伊3万交保，限制自居。检警嘛去阿东病院验尸，加上嘛到场现场真悲伤。代志发生了，新北市政府是要求施工单位停工，路检处嘛派人去调查作业的过程。技术细腻的师傅在施工的时阵无保持冷气机的稳固，才互冷气落落来，认定有疏失会甲罚。今天我们劳工局呢将对李姓师傅跟他的公司呢实施行政调查，违法事实一经确认，最高呢可裁处30万元罚款。这个意外嘛，互装冷气的时阵的公共安全引起讨论，亲像业者赶时间，无去注意一寡小所在，碰中螺丝锁了无够严，也是用电钻锁过头，那有可能造成施工也是后壁维修的问题。不然是等于维修的一个活动空间嘛，因为现在大楼大家都吊外墙了，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友善安装的一个空间了。那现在等于业界也大家就是说危险安装，我们厂家了可以拒绝维修了。亲像电气工会就家己定室外机安装的规范，要求业主若是伫咧正悬的所在装，都要设铁笼也是护栏，保护施工者的安全，对后壁的维修嘛较有保障。若业主无愿意做，施工者因为安全的考虑，会当拒绝替伊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